大家好，我今日要介紹黃山。佢位於中國嘅安徽省南部，最近嘅城市為黃山市，別名係輝山。山峰高明約1864公尺，蓮花峰最高嘅係1864.8米。佢嘅地理位置位於黃山，位於中國安徽省南部嘅黃山市境內，北緯30度，東經118度。佢嘅五絕係一奇松，松樹生長在峭壁嘅裂縫中，姿態各異。最著名嘅莫過於玉屏樓嘅左側嘅迎客樹叢，已成為黃山嘅象徵。而怪石亦可以稱為奇峰，花崗岩風化形成嘅奇特岩。雲海，黃山一年約有200多天嘅雲霧，雲海湧動時，山峰如孤島般。總而言之，黃山值得人們去參觀，別有一番風情。睇完一眼心曠神怡，兩眼煙酒不隨，三眼滿腦常識，四眼知識滿腦。亦都祝大家可以睇到美麗嘅黃山。最後講一句，唔好再喺屋企睇手機啦。你需要多睇睇世面，而且黃山可以增加你嘅中國文化含量。